昨日吃年夜饭，今朝我要到做年夜饭的地方去看看。日历清早，朱红新路菜工厂13点盛大开业，铺着红地毯里，发现的烧个一尺碗。哎哟，有两只菜场上冬至要刚切吃个碗，板鱼也真干，特款凤爪、鱼香牛肉，还备工厂店的特点主一中年8折，特点主2新鲜净水流台3等的，特点主3老远原理送光贴上去，搭瑞琴连锁店毛价钿差不多。当然了，对于住辣一搭附近的居民来讲，带一个里向去毛搿赚得了1天暑假，埃个侪是侬个车间啊？根本哪没人做个家？家里向做个。工人侪上夜班噶？侬搿点人落得去没得来个家？常年上夜班个人？但始终向有规定的。哦，得来一搭上班3个蛮哇？哎，搿没办法哇，我分管生在附中个。附中天天上夜班个，真叫还是门肉是还想晒出来个？晒出来过。前浪哪能玩个家？侪有寒个呀。怪不得，哎哟，一喊啥出去吧？对，高兴啊。哎哟，埃个行业是。行业可不一样。啊，勿是个，勿是个，一年四季上夜班真个吃勿散，搿个事体哪来三讲？逢年过节不允许请假。没，哎哟，挖得来还啥弹出来着，乘至2个钟头公交车。现在一赶到西山拍满站。要喊9点钟哇！我们哪会得时代了？这个想得出个时代子还是熬下来。哎呦，我有西装短裤，贵，也碰上4个美女。这是我的桃花姐姐，他们也是拍抖音，都会拍抖音。同行，幸会。今晚我今朝你3个钟这个人了，跟你的组织。75岁个李会长到一帮60几岁个，好，再加上我得来2个50几岁个小孩，进去个车子真是带了。放在网上，条小伙子追得你们要命。你是这样选啊？帅哥，美女，你是美女，你就是美女们。好，你年轻的时候你漂亮的，你现在漂亮的你。也低至半个钟头，哎，没低至带在啊！你好。今朝这主包你是上个房间哇？啊，跟来你住上，我住上。李总，领导来了，谁是头发3上哦，一道领着。一会儿见。好。谁是没讨厌我？住房以后你就靠外窗，我靠里。上个钢筋呢？不能讲的，我等一下给你。上厕所方面的。哎呦，我要当个护脏了。网页认识。怎么样？漂亮。有一个少年叫罗道，不认得。你是模特队的吧？1米7。对，我就是比你矮。思春的少女。多撒2下，有感觉了以后再说。对。他还印着，眼了上，红的巴拉，嘴巴边就没有。我是现在想找个本事呀。看我吃红山药。对，我当我听得2吃哈。那个小戴姐多漂亮，你看今天。那么我护长呀，你护长这么大个样子，真的啊？那亲一个。对，自然哈。对。研究，最近还拿来了一只银。听书不下来的？2个。你刚刚一来新人家，哟，一位叫再漂亮。中央美有比你更些的。这个，你在刷墙，我知道。好。哎呦，今在班厢吃饭，灵感。第一次和李会长一起共进午餐，幸会啊，先以茶代酒。今天中午简单一点，晚上我们正式的晚宴啊，下午大家慢一点啊。中午大餐，晚上特大餐。